呢度唔係澳門，但係可以用澳門嘅葡幣買嘢。3500幾個澳門人搬嚟呢度住，呢度係內地第一個澳門社區。我而家喺澳門新街坊嘅長者服務中心，呢度有2個籃球場咁大，好多老人家喺呢度好開心㗎。而家中午食飯時間啦，睇下大家有咩餸先啊！姐姐你好，今日食咩餸啊？好餸啊，有魚啊，牛肉丸。哦，肉丸有菜，有嗰個南瓜。呢度一餐要幾多錢㗎3蚊。3蚊咁抵？係啊。你係邊度人啊？澳門啊。澳門人喺度生活咗幾長時間啊1年到啦。覺得點啊 ？OK 啊。唔單止有飯食，仲有好多嘢玩嘅。你望一望，呢啲手工藝品咧，全部都係老人家自己做嘅。你睇，何賢良82歲，胡桂平72歲，所以老人家喺度咧有飯食，可以跳舞啦、唱歌啦、寫書法啦、做手工啦。濠江中學附屬橫琴學校係內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學校啊！而家幼稚園同埋小學部咧，總共有600幾個學生，老師用英文講緊手工課啊！嗱，呢間學校嘅特色就係普通話、英文講課，仲有粵語課程添。而且濠江中學仲係1949年喺澳門升起第一面5星紅旗嘅學校。橫琴最大嘅特點就係地大，小朋友喺度跑步踢波，幾快樂啊！而且學校呢度有條風雨連廊，直接連住澳門新街坊嘅樓盤。澳門嘅陸地面積淨係大過廣州越秀區少少嘅咋，但係住咗68萬人口咁多啊，所以唔少澳門人選擇嚟橫琴呢度住得更加寬敞。樓下就有穿梭巴士，10分鐘可以去到橫琴口岸，所以唔少澳門人呢係夜晚喺呢度住，日頭就去澳門返工，甚至連樓下都有澳門人開嘅學校，湊仔都方便啲啊！連澳門開咗30幾年嘅老字號喺橫琴呢度都有分店嘅喎，買杯咖啡咧都可以用葡幣嚟結算啊！連睇病就醫都有專門嘅社區衛生站，醫生、護士同埋藥品都係嚟自澳門嘅，呢度真係澳門人喺內地嘅新桃花源啊！